黃昏時分，紅館外頭的霓虹燈船沒完全亮起來，但排序的歌迷已經繞了整整3圈。有人舉着風行天下的燈牌，有人穿着印有王菲生日快樂的應援衫，空氣裡飄着奶茶和熱狗的香氣。保安拿着大喇叭反覆喊着不要擁擠，聲音在尖沙咀潮濕的晚風裡顯得有點沙啞。這場演唱會門票早在半年前就售罄，黃牛票炒到了5位數。因為這是謝霆鋒睽違紅館10年的個人專場，更因為他破天荒地在海報上寫了一句有些話要當着四面台說，未人知道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，但所有人都聞到了某種山雨欲來的味道。後台通道的捲簾門半開着，能看見工作人員抱着吉他箱匆匆跑過，化妝間的燈光亮得晃眼。謝霆鋒坐在鏡子前，手指模意識地敲着扶手，節奏雜亂無章。他的造型師第3次幫他整理領口的銀色流蘇，他忽然抬手擋了一下，低聲說不用了，然後起身走到窗邊，掀開百葉窗的一條縫，看着底下黑壓壓的人頭，瞳孔裡映着那些閃落的熒光棒。這時候離正式開場船有40分鐘，但紅館內的歡呼聲已經一波接一波，像海浪拍着堤壩，每一下都帶着期待的重力。他的經紀人霍文希站在門口，手裡捏着流程表，欲言又止地看了他一眼，最終只是把一杯溫水放在桌上，輕輕帶上了門。門合上的瞬間，謝霆鋒聽見走廊盡頭傳嚟幾個工作人員的竊竊私語，隱約有柏芝3個孩子的字眼飄進嚟。他嘴角動了動，沒有回頭，只是把額頭抵在冰亮的玻璃上，呼出的熱氣在表面形成一小片白霧。紅館的四面台此刻被藍色燈光籠罩，像一片靜默的深海。而舞台中央那架白色鋼琴上的麥克風，正安安靜靜地等着他的主人。當8點鐘的鐘聲通過音響系統傳遍整個場館時，所有燈光驟然熄滅，黑暗裡爆發出震耳欲聾的尖叫，熒光棒瞬間連成一片晃動的星海。謝霆鋒穿着一身黑色皮衣從升降台緩緩升起，沒有開場白，直接抱起電吉他就砸出了活着 Viva 的前奏，那聲狂野的素言像一把刀劃破寂靜，讓整個紅館都跟着震顫起來。他一邊彈一邊走向舞台邊緣，汗水從額角滑落，在追光下閃着細碎的光，唱到年輕的碰着誰亦能像威化般乾脆時，他突然停了半拍，目光掠過前排那些激動的面孔，嘴唇微微張開又合上，像是在尋找雜魔人。台下歌迷以為他是忘詞，爆發出善意的控笑和更熱烈的合唱，但只有站在側台的樂手們看見，他的眼眶在那一瞬間泛起了紅。接下來的1個小時裡，他唱了《因為愛所以愛》、《黃種人》、《玉蝴蝶》，每一首都帶着沙啞的尾音，像是把10幾年攢下的情緒全游進了那些音符裡。唱到遊樂場的時候，他放下吉他坐到鋼琴前，修長的手指按下第一個琴鍵時，全場忽然安靜下來。那種安靜不是空洞的沉默，而是一種屏住呼吸的等待，連後排觀眾手中的爆米花都忘了往嘴裡送。他彈的是慢版改編，旋律被拉得很長很柔，副歌部分他忽然改了歌詞，把你與我仍是你與我唱成了你與我，變成了我們與3個他。台下開始有人交頭接耳，有人舉起手機錄像，有人捂住嘴巴瞪大了眼睛。這時候燈光團隊很應景地打出了暖黃色的光束，像把整個舞台抱進了一杯蜂蜜水裡。謝霆鋒的睫毛在光線下投出線形的暗影，他停下手裡的琴鍵，麥克風裡傳嚟他略顯急促的呼吸聲，整個紅館兩抹雙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空氣稠得幾乎能令出水嚟。就在這個間隙，升降台另一側緩緩升起一架白色的秋千，上面坐着一個穿碎花裙的小女孩，那是主辦方安排的童聲伴唱。但眼尖的觀眾發現秋千架上係着3條不同顏色的絲帶，紅黃藍，正好對應着謝霆鋒3個矮子喜歡的顏色。謝霆鋒站起來走到秋千旁邊，蹲下身子幫小女孩整理了一下裙擺，動作溫柔得跟他剛才狂野的搖滾形象判若兩人。然後他站起身，對着麥克風說了一句今晚的最後一首歌，不是排練過的。聲音裡的顫抖連最後一排的觀眾都能通過大屏幕感受到。
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右手緊緊攢着抽籤架的繩子，指節發白，喉結上下滾動了好幾次，才又擠出幾個字。有些話我欠了一個人15年。前排立刻有女歌迷尖叫起來，有人喊王菲，有人喊張柏芝，兩種聲音撞在一起，像兩股對流的潮水在空氣中激盪。謝霆鋒未有理會那些喊聲，而是轉身走向舞台正中央，那裡的地板上不知道怎麼時候多了一封泛黃的信封，他彎腰撿起來，對着鏡頭展示了一下，信封上用圓珠筆寫着給未來的我，筆跡稚嫩得像小學生的練字帖。他拆開信封，抽出一張疊得整整齋齋的紙，剪開嚟的時候手抖得幾乎拿不穩，紙像嘩啦啦響，透過麥克風傳遍整個紅館，那種細微的聲響在這種時刻格外刺耳，讓所有人都下意識地往前傾了傾身子。他開始念那封信，聲音很輕很慢，像在捧着一片快要融化的雪花。今天是我拍戲受傷的第3天，手臂吊着掹帶，用左手寫的這封信。不知道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是多少年以後，但我猜你應該已經當爸爸了，因為我今天在醫院看見一個媽媽抱着嬰人打鉗，那個小孩哭得臉通紅，媽媽急得滿頭汗。我忽然就想，如果我有了孩子，一定不要讓他哭，要讓他每天都能大聲笑。念到這裡，他停下來，用手背快速抹了一下眼睛。大屏幕捕捉到這個動作時，觀眾席傳來一片倒抽冷氣的聲音。緊接着是潮水般的掌聲，那掌聲裡帶着鼓勵，也帶着某種預感。他繼續念：如果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身邊有愛人，記得告訴他你愛他。如果他不在身邊了，就去找他，因為人這輩子能真心愛上的就那麼一個兩個，錯過了就是一輩子。最後幾個字他幾乎是咬着嘴唇念完的，然後他把信紙翻過來，背面旋有一行小字。他把鏡頭湊近了些，上面寫着2009年6月橫店影視城霆鋒。這時候後台的監視器前，霍文希已經紅了眼眶，他旁邊站着謝霆鋒的爸爸謝賢，老人家戴着墨鏡但嘴角在發抖，而現場的歌迷們早已亂成一鍋粥，有人開始瘋狂查手機查2009年橫店發生了雜麼，有人沾着桑子喊王菲當時在巡迴演唱會。但更多人只是安靜地舉着手機錄像，手指都在微微發顫。謝霆鋒把信紙折好放回信封，然後對着全場觀眾深深鞠了一躬，站起來的時候眼淚終於不受控制地滾下來，順着臉頰流過下頜，滴在那件黑色皮衣上，暈開幾個深色的圓點。他說接下來這首歌我從來未有在公開場合唱過，是我自己寫的，寫給3個兒子，也寫給他們媽媽。然後他坐到鋼琴前，彈起了一段從未聽過的旋律，前奏很輕很柔，像搖籃曲的變奏。第一句歌詞出來的時候，全場鴉雀無聲，當紅館的燈暗了又亮，我掃着台下每一張陌生的臉，卻看不見你帶笑的眼，原來我們之間隔了整片海洋。他唱得斷斷續續，好幾次聲音卡在喉嚨裡出不來，但鋼琴一直沒有停。他一邊彈一邊側過頭看了一眼側台方向，那裡站着他的助理，助理手裡舉着一塊白板，上面用馬克筆寫着孩子已到位4個字。就在這首歌的第2段副歌開始時，紅館頂部的全息投影突然亮了，投射出3個並排坐着的小男孩影像，那是謝霆鋒3個兒子的虛擬形象，穿着同款白色 T 恤，手裡舉着熒光棒。大屏幕上的特寫能清楚看見他們臉上燦爛的笑容。緊接着現場音響裡傳出一段預先錄好的童聲合唱，3個孩子的聲音疊在一起，唱着爸爸不要哭，媽媽在來的路上，我們陪着你等天亮。那一刻全場200人幾乎同時站了起來，手機燈光像繁星一樣亮起，圍成一片光的海洋。謝霆鋒在鋼琴前徹底崩潰了，他雙手捂住臉趴在琴鍵上，發出一陣沉悶的聲響，肩膀劇烈聳動，哭聲通過麥克風傳出來，那種撕裂感讓很多女歌迷也跟着掉眼淚。就在這個情緒塔到頂點的瞬間，舞台正前方的安全通道門突然被推開了，一個穿着黑色風衣的女人牽着一個紮馬尾的小女孩走了進來，那不是張柏芝，而是主辦方安排的工作人員扮演的引導雲。
但真正讓全場炸鍋的是引導雲手里舉着的那塊電子牌，上面滾動着一行字：柏茲與三個矮子在後台等了你45分鐘。這行字跳出來的那觀眾席某片區域突然傳出一聲尖銳的手機摔落聲，循聲望去，一個穿着公式應援服的女孩呆站在原地，腳邊是屏幕碎裂的手機，壁紙赫然是王菲的演唱會照片，而她旁邊的同伴正驚慌失措地彎腰去撿碎片。這個畫面被現場多台攝像機同時捕捉到，大屏幕上短暫閃過那個碎裂的屏幕，隨即撤回了舞台，但就是這1-2秒的鏡頭，已經讓網絡直播平台的彈幕徹底癱瘓，無數條王菲粉絲摔手機的消息像病毒一樣蔓延開嚟。謝霆鋒似乎沒有注意到那個插曲，他抬起頭嚟的時候滿臉淚痕，妝已經花了，但他毫不在意地找過麥克風，聲音沙啞卻異常清晰。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，但今晚我只說一件事，這15年我錯過了太多。三個矮子的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叫爸爸，第一次上學，我都只出現在視頻電話裡，而他們的媽媽一個人扛下了所有。我從沒說過謝謝，因為謝謝太輕了。他說着朝後台方向伸出手，那個方向的安全通道門再次打開，這次走出來的不是工作人員，而是一個穿着白色連衣裙的女人，她手裡牽着3個穿同款西裝的小男孩，最小的那個旋在揉眼睛，似乎是困了。全場燈光在這一刻全部轉換成暖白色，追光落在那4個身影上，像柏茲的頭髮比記憶中短了一些，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，但眼眶是紅的。3個孩子倒是不怕生，大矮子旋衝着觀眾席揮了揮手，引起一陣善意的笑聲。謝霆鋒從舞台上一路小跑着跳下來，差點被台階絆了一下。他衝到張柏芝面前的時候突然停住了，兩個人隔着2-3步的距離對視着，話筒裡傳嚟他急促的呼吸和一聲吸輕的你來了，而張柏芝只是點了點頭，把身邊的小矮子往前推了推，那孩子踉蹌着撲進謝霆鋒懷裡，奶聲奶氣地喊了一聲爸爸。謝霆鋒一把抱起小矮子，又伸出另一隻手攬住大矮子和二矮子的肩膀，3個孩子像小鴨子一樣圍在他身邊。他轉頭對着麥克風說了一句：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全部。然後一家5個人在舞台側面的燈光下站成一排，畫面溫馨得像一幅油畫。觀眾席上的哭聲和掌聲攪在一起，有人喊風姿埠合，有人喊孩子太像爸爸了。而那個摔了手機的王菲粉絲，此刻已經被人群擠到了過道邊緣。他蹲在地上默默撿起碎成蛛網狀的手機，屏幕上的王菲壁紙正好裂開在眼睛的位置，像一滴無聲的淚。謝霆鋒在孩子們的簇擁下重新走上舞台中央，小矮子趴在他肩頭似乎睡着了，大矮子則好奇地摸着那架白色鋼琴的琴鍵，發出零星的叮咚聲。他示意工作人員帶嚟另一支麥克風給張柏芝，但他擺了擺手，只是安靜地站在側後方，看着謝霆鋒和孩子們的互動，臉上那種平靜的滿足感讓很多中年歌迷想起了自己家庭的日常。謝霆鋒調整了一下抱孩子的姿勢，對着全場說：這首歌是3個矮子今天中午在酒店裡教我唱的，他們用電話手錶錄了音，逼着我學了一整個下午。然後他示意音控台播放一段童聲錄音，3個孩子自戀的歌聲響起來，唱的居然是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改編版，歌詞被改成了世上只有媽媽好，爸爸回家要趁早，要是再趕不回來，我們3個把門鎖牢。童聲結束後，謝霆鋒哈哈大笑，但笑着笑着又抹了一把眼角，他說：聽到了嗎？這就是我的家庭地位。然後他轉頭看向張柏芝，語氣忽然變得極其認真。以前我總覺得愛是轟轟烈烈，是山頂的日出和凌晨的煙火，但現在我知道，愛是每天準時回家吃飯，是幫孩子檢查作業，是半夜起來給他們合被子。他說這些話的時候，3個孩子裡的老二突然跑過去拉了拉張柏芝的裙角，仰着頭說：媽媽你站上來啊！張柏芝這才接過麥克風，說了一句讓全場瞬間安靜的話：其實我沒想過今晚會站在這裏，是3個孩子求了我整整2周，他們畫了一幅畫，畫上我們5個人手拉手，標題寫着完整的家。
他說到完整的家時聲音哽咽了，而謝霆鋒走過去緊緊抱住了他和3個孩子，一家5口在四面台中央相擁的畫面，通過大屏幕傳送到每個角落。那些舉着王菲燈牌的歌迷，有人悄悄收起了牌子，也有人依然高高舉着，但臉上的表情從憤怒變成了複雜的沉默。接下來的20分鐘裡，謝霆鋒未有繼續唱歌，而是搬了把椅子坐在舞台中央，3個孩子圍着他坐在地板上，像在家裏客廳一樣隨意。他撩起大兒子第一次寄自行車摔破失盒時哭喊着要爸爸，但他當時在幾千公里外拍廣告。撩起二兒子在學校話全家福時，只話了媽媽和哥哥弟弟，因為爸爸總是模糊的。撩起小兒子在視頻電話裡問他爸爸，你是住在手機裡的人嗎？每一個故事都讓台下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嗡鳴聲。張柏芝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聽着，偶爾補充細節，比如大兒子其實摔破膝蓋後自己爬起來說不能告訴媽媽，他佢擔心。又比如二兒子話全家福的時候，偷偷在角落畫了一個小飛機，說爸爸坐飛機回來就不模糊了。這些生活碎片拼湊出來的畫面，比任何精心設計的演出都更有衝擊力。很多為人父母的觀眾已經哭到不能自已，而那些年輕粉絲也開始沉默地思考些什麼。謝霆鋒最後說：我今天不是嚟作秀的，紅館對我而言從來不只是舞台。它是我青春時期的戰場，但今天我想把它變成我的客廳，把我的家人介紹給200個朋友認識。他讓3個孩子站起嚟給觀眾鞠躬，3個小家伙有模有樣地彎腰，最小的那個鞠完躬船忘詞了，奶聲奶氣地說了句謝謝大家來聽我爸爸唱歌，惹得全場又哭又笑。時間接近晚上10點半，按慣例演唱會應該結束了，但全場沒有一個人起身離開。大家心照不宣地等着那個未說出口的裂局。謝霆鋒把孩子們送回側台交給張柏芝照顧，自己重新走回麥克風前，衣服上旋沾着孩子蹭上去的餅乾碎食。他低頭拍了拍，笑着說這就是當爸爸的日常。然後他收斂了笑容，目光掃過全場每一個區域，最後定格在那個摔手機的粉絲所在的方向。雖然隔着密密麻麻的人群，但他像是有感應似的開口了。我尊重每一種感情，也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。今天在這裡，我只想對我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做一個交代。他舉起那封泛黃的信，對着鏡頭說：這封信我藏了15年，每年生日都拿出來看一遍，提醒自己有些債不能欠一輩子。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枚簡單的銀色戒指，不是鑽戒，就是最普通的素圈。他說這是20年前我買的第一對情侶戒中的男款，女款一直在他那裡。今天我不求婚，不煽情，只是想把這個戒指帶回自己的手上，因為從今天起，我要做一個每天回家的人。他把戒指慢慢套進無名指，動作很慢，像是完成一個神聖的儀式。而大屏幕上特寫了他的手，能看見那枚戒指內則刻着 CNN 兩個字母。C 是謝霆鋒英文名 Nicholas 的尾音，N 是張柏芝英文名 Cecilia 的首字母。這兩個字母糾纏在一起，像一條沒有盡頭的莫比烏斯環。紅館的燈光開始暗下來，工作人員推着3個寫有孩子名字的卡通蛋糕走上舞台，上面插着歡迎爸爸回家的炸竹。謝霆鋒吹滅炸竹的時候，全場200人自發地唱起了生日歌。雖然那天並不是任何人的生日，但那種集體性的祝福像暖流一樣漫過整個場館。張柏芝和3個孩子重新回到舞台中央，一家5口手拉手站成一排，對着四面台的觀眾深深鞠了一躬。大兒子旋偷偷做鬼臉，被二兒子捏了一下手背，小兒子則抱着謝霆鋒的腿不撒手。謝霆鋒最後拿起麥克風說：今晚沒有安可曲，因為最好的歌已經在心裡唱過了。謝謝紅館，謝謝每一位買票的朋友，更謝謝願意陪我走進這個夜晚的家人。他蹲下來把3個孩子留緊，張柏芝站在他們身後，一隻手搭在謝霆鋒肩上，那隻手的手腕上隱約露出一根弓繩，跟謝霆鋒手上那枚戒指的銀色形成溫柔的對比。當升降台開始緩緩下降時，大兒子突然對着麥克風喊了一句：爸爸以後每天都能接我放學嗎？
謝霆鋒船沒來得及回答，張柏芝已經替他說了以後每天都是爸爸接送。升降台消失在地平線的那一秒，全場掌聲雷動，久久不息。那些熒光棒舞動得比開場時更起勁，像是要把所有的祝福都搖進那5個人消失的方向。散場的時候，紅館外的霓虹燈已經全部亮起，歌迷們衝出來的時候，臉上帶着各種各樣的表情，有哭花了妝的女孩，有沉默抽煙的男孩，也有互相攙扶着的中年夫婦。那個摔了手機的王菲粉絲被同伴摟着肩膀走出來，他的手機屏幕已經徹底黑掉了，但他沒有丟掉，而是緊緊攢在手裏。同伴問他要不要去收，他搖了搖頭說不用了，有些畫面碎了就碎了吧。而另一個舉着風之永恆燈牌的女生則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一邊走一邊對着手機語音說媽，我決定以後多回家吃飯了。人群中船有人爭論着這是不是刻意安排的劇本，但更多人在討論3個孩子有多可愛，討論謝霆鋒最後那枚戒指的來歷，討論張柏芝到底有多印人。紅館的工作人員開始清理場地，掃出滿地的熒光棒、包裝紙和遺落的應援物，而在後台的卸妝間裏，謝霆鋒正手忙腳亂地幫小矮子擦臉上的奶油，張柏芝在旁邊給大矮子整理歪掉的領呔。3個孩子嘰嘰喳喳地複述着剛才在舞台上的興奮。謝霆鋒抬頭看了一眼鏡子裏滿身狼藉的自己，又看了一眼身邊笑鬧的家人，忽然咧嘴笑了。那個笑容跟15年前在紅館首唱時一模一樣，天真熱烈，帶着一股不管不顧的少年氣。只是這次他的眼睛裏有了一盞穩定的燈，那盞燈亮在3個孩子忽閃的睫毛上，也亮在張柏芝低頭為他們繫鞋帶的指尖。窗外紅館的霓虹燈依然在夜色裏閃爍，而這座驗證了無數經典瞬間的4面台，今晚記住的不僅是一場演出，更是一個男人把散落的星辰重新拼回夜空的過程。那些星辰的名字叫責任，叫陪伴，叫知道了但終究沒有缺席的愛。